歡迎大家收聽大齋期嘅聖言日糧。今日嘅經課係選自馬太福音第5章43至末節。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聽過有話說，要愛你的鄰舍，恨你的仇敵。但是我告訴你們，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迫害你們的禱告，這樣你們就可以作天父的兒女了。因為他叫太陽照好人，也照壞人，降雨給義人，也給不義的人。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，有什麼賞賜呢？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做嗎？你們若只請你弟兄的安，有什麼比別人強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做嗎？所以你們要完全，如同你們的天父是完全的。這是上主的道。愛我的鄰居。從聖經約翰福音3章16節同埋約翰一書4章16節，我哋知道上帝係愛，而且佢不分彼此地愛世上嘅每一個人。我們知道上帝賜人嘅恩典可以分為普遍恩典同埋特殊恩典。普遍恩典係上帝因着佢自己嘅慈愛同埋良善，賜俾世上每一個人嘅，例如太陽和雨水。特殊恩典係指上帝嘅救恩計劃，透過耶穌基督讓人成為基督徒，係讓每一個人有機會可以成為上帝嘅兒女，重新和上帝建立關係。因此，作為基督徒嘅我哋係得到雙重恩典、雙倍祝福嘅人。我哋係經歷過上帝嘅愛，也是得到上帝恩典和祝福嘅人。而此嘅福分，可見是上帝保守了我哋。因此，我哋實在沒有什麼可怕嘅、可擔憂的。就算仇敵喺我哋嘅面前，也不需要害怕。因為上帝與我哋同在，就如詩篇23篇第5節所講：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話雖然係咁講，我哋唔需要害怕我哋嘅仇敵或者世上嘅壞人，但係佢哋畢竟係存在喺我哋嘅生活裏邊。咁真係好唔容易嘅。今日嘅靈修經文，耶穌嘅話讓我哋睇到另一個更加高嘅層次。我哋人總愛二元化，把其他人移翻為好或者壞，應該愛或者唔應該愛，值得被愛或者唔值得被愛。但上帝對人嘅愛和恩典唔係咁樣二元化的，相反地，係一致性嘅，一視同仁。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上帝嘅愛和值得俾上帝所愛。經文裏邊，耶穌提到當時大家視為壞嘅、唔應該愛嘅或者唔值得愛嘅稅吏和外邦人，連佢哋都懂得去愛其他人。所以耶穌嘅聽眾、上帝嘅選民以色列人，或者我哋呢啲得上帝雙重恩典、雙倍祝福嘅人，點解反而唔識得去愛呢？耶穌要我哋有一個新嘅思維，要愛你嘅仇敵，因為佢哋也是你嘅鄰舍。或者講，耶穌係喺提醒我哋大家都係鄰舍，鄰舍互相嘅幫助、守望係最自然不過嘅事。就如上帝是愛，佢愛世上每一個人，
也是咁自然嘅事。讓我哋有一段反思嘅時間，請回想自己如何得罪咗上帝，最後仍然得到佢嘅赦免。作為得到上帝雙重恩典、雙倍祝福嘅人，呢個帶俾你怎樣嘅感受呢？請安靜自己，並且為你嘅鄰舍，特別為你嘅仇敵代禱，為佢哋嘅需要代禱。讓我哋同心祈禱。天父，謝謝你對我不離不棄嘅愛，讓我在你所創造嘅宇宙萬物中看見你，喺恩典裏邊成為你嘅兒女，成為基督徒。天父，幫助我看見我哋都需要你嘅愛和恩典，無論是好人或壞人，鄰居或仇敵。幫助我也願意學效你，愛人如己，好讓人看見你嘅愛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，阿門。